是吴子金，来自苗栗头屋的客家人。因为喜欢大自然，喜欢植物，所以呢，我选择园艺治疗师当做我自己的职业。身为一个园艺治疗师呢，最主要的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的身心灵的健康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希望为大家带来比较好的生活品质，提供另外一种学习的方式来探索这个世界，学习新的知识。大家好，我是园艺治疗师吴子金。那么 ，OK， 我最常被人家问到这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农家出身的？那我是不是超级喜欢植物呢？我的专业是不是园艺？那么园艺治疗师是不是要照顾植物的？这是我们家后面的田，我就是来自苗栗乡下的农家。不过我小时候呢，都几乎在学校里面度过，没有跟植物有太多的接触。这是我外公家在明德水库。小时候我很喜欢吃外公种的水果，不过呢非常害怕那边的蛇。那我曾经在德国的森林旁边住过，那时候觉得非常的无聊，觉得自己好像得到忧郁症一样。我本身呢并不是学园艺，也跟园艺治疗没有关，我是学管理的，学国际管理的。我以前曾经在菲律宾的森林保护区在苏比克工作。那我的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要做土地开发，开发成工业区，完全就是要破坏自然就对了。那我在大陆的南方也工作过，那这边有非常多漂亮的园林，不过我那时候都没有时间欣赏哈。我们的工作呢，就是一个重度污染的产业，我们水呢都污水呢都流入那个京杭那个江南不是有个大运河嘛，都会流在那边破坏大自然。那到底怎么样我会跟园艺治疗扯上关系呢？我是不是要照顾植物的？不是哈。其实园艺治疗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要照顾人。怎么说呢？一开始在国外生活了几年，我就感觉到身体、心理都非常的累，我就回到我自己的家乡苗栗。这我们家后面的菜园，我妈妈在菜园里面种菜。一开始也没什么事情做，除了有时候翻译一些东西之外。那有时间到，像前一阵子春天的时候嘛，我们就去山上摘竹笋，赶快剥一剥，穿烫一下，才会把那苦味去掉。那有时候，我们家的小朋友皮肤痒的时候，会嘎掉的时候，我妈妈会叫我。其实我小时候，我奶奶也对我做过同样的事情，就是去后面的院子里面摘那个香茅啦、墨草啦之类的，烧个符，然后用热水烫过，用那热水给我们洗澡。那个植物的香味就可以让我们这些小朋友可以安静下来。而事实上，植物本来草药嘛，本来就会有一些简单舒缓皮肤发痒的那种效果。所以我就发现，我对这个植物好像蛮感兴趣的啊。我也参加了苗栗县自然生态学会，那里面的大哥大姐呢，教我很多那植物的拉丁学名，然后怎么认识那花序不同的叶子的形状。老实说，我都背不起来。我发现我对植物怎么应用，尤其是在生活上怎么应用比较感兴趣。我很 lucky 的，我拿到了客委会逐梦计划的经费，所以我就到加拿大温哥华这个花园城市里面去学习园艺治疗。这里面呢，有一次我参加一个 project， 这个专案里面呢，就是当地的政府呢，他会出一笔经费。你知道加拿大是一个移民的社会，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移民嘛？那他就会给你一个经费，说你们在你自己的家乡吃的是什么菜，什么样的水果，你告诉我，我去帮你想办法拿到这个种子，然后我分一块地给你们去种。这个重点，这个活动设计的重点就是说，希望你不要忘记你来自哪里，不要忘记你自己的根本。在那边呢，我也参加一个活动，就是介绍台湾的活动。我带了也不是我带，就当地的那些客家的大哥大姐，他给我的这些元素，你看客家的卜菜、福菜，还有吉姜、吉酱、东方美人茶这些。我就是透过这些植物，我们客家人怎么使用这个植物呢？告诉大家说，我是客家人。那我们早期的我们的生活非常的困苦，所以我们食物不多，需要用腌制的方式去保存这些食物。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我其实是一个有根的人。老实说，以前我在国外生活的时候，人家问我台湾是什么，我什么都讲不出来，我就是一个岛屿而已。我其实不知道自己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什么都讲不出来。可是透过这个认识我们家附近植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开始了发现，我自己是一个有根的人。这个是一个农场，这个农场它的名字叫 Sharing Farm，
就是一个分享农场。我每天都会去那边帮忙，就是种菜啦，然后我们会有收成。收成呢，不是我们大家吃完哈，我们收成会拿到教堂里面去。每一个礼拜呢，会有一次，我们会去教堂把这些食物呢煮成一份丰盛的晚餐，邀请附近的居民，有困难的居民，他们来这边就是吃一顿很温馨、很丰盛的晚餐，感觉说这个社会上还是有人关心他们。我们甚至有个 food bank， 就是一个食物银行。这个食物银行就是把我们多余的食物呢分享给大家。所以我开始感觉到，这个园艺治疗真的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不但是治疗了我，而且我觉得我也可以帮助别人，还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在做园艺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有了这些美好的体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我的老师 Claire， 他是一个法国的生物学家。那他曾经在印尼的丛林里面做过研究，那也在印度呢帮助当地的游牧民族怎么学习过农耕的生活，因为当地的印度政府不准这些游牧民族继续游牧下去。可是呢，他教我的并不是这些科学方面那种植物的知识，他跟我说，不要用认知去感受这个享受大自然的力量，你要用你的心去感觉。这跟他是一个非常能够敞开心胸去享受大自然力量的人。在这边呢，这堂课我是要认识说大树的力量。我们大树里面，我们分有地水火风不同的力量。这是我选择的植物叫樟树。樟树它就有比较那种 earth， 就是有土地的力量，有那种往下扎根的力量。刚好那个时间，我就是想要寻求一个能够在自己的家乡 settle down， 在自己的家乡扎下根、往下扎根的那种想法。所以那时候我就选择这棵樟树。在这个课程当中，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哈，我有一个朋友，他英文都听不懂，所以他真的就是跟 Claire 讲的一样。完全要用心去感觉，因为反正 Claire 讲的用英文讲的课程，他什么都听不懂嘛，他只能用自己的感觉去感受。他在那个大树的旁边的时候他自己就开始跟大树，他感觉大树有回应他，然后他也开始在那边哭，有时候哭泣，有时候开心。最后一堂课他分享的时候，我非常的讶异，他竟然用很简单可是很流利的英文跟大家分享，他到底从这个树里面得到了什么力量。所以我想，大自然力量有时候真的是很神奇的哈。我想请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这里面有个重点，有没有人发现这张照片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这个鸟，这个鸟啊其实这个地方是在温哥华 downtown， 在市区里面的一个安养中心。OK， 那我跟老师去这边空中花里面整理花草树木，然后也要每天也是要把这个 bird feeder， 就是这个喂鸟的那个喂食器要把它充满。里面的长辈有些人可能他因为生病的关系，只能待在室内。可是呢，透过不同时间、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鸟来吃这个食物，他感觉他跟这个外界、这个大自然是有连结的。OK， 所以感觉他不是被大家隔离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农场呢，他每天早上像开娃娃车一样，会把附近的那些长辈接到农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高床，因为你知道长辈腰弯没办法下去嘛。那他里面有一个 William 老先生呢，他就非常非常热心的跟我介绍，他种了什么。有些人种花，有些人种菜。然后他也邀请我们中午的时候都会把这些食物收成，煮成丰盛的午餐，大家一起吃。所以说我们在这些活动的目的，有时候就是要除了跟大自然连接以外，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个案能够跟人有所连接。这是在儿童的早疗中心。在这边这些小朋友也教了我一堂很重要的课这个小男孩他本身是脑麻，然后他有肌肉高张的问题，所以他去抓东西是不容易的。可是他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还要透过手的触摸去认识这个世界。那这个小女孩呢，她抓到什么东西，新的东西，她一定要抓来吃，放到嘴巴里面，因为她要透过味觉、咀嚼的方式去认识新的东西。我就跟他们学习到说，其实我们人有五官嘛，大部分像我的话，我大部分都是用眼睛去认识新的东西。可是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感官去认识这个世界。那这个阿婆呢，他刚来我们课堂上的时候面无表情，然后感觉在上课的时候他都
他的魂都不在课堂上面。可是呢，有一天我们上了一个植物，打动他的心了，艾草捏耶。你知道这些失智的长辈他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忘记，他是选择活在过去一段美好的时光里面。那艾草，我们客家人会做菜包嘛？那就是小时候生活困苦的时候，只有过年过节才会做菜包，有那种美好的滋味。所以我们在选择题材的时候，一定要跟当地的植物、当地的生活是要有关系的。OK， 那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阿婆从此以后，他开始慢慢的有进入到我们的课程里面，然后开始也种菜。老实说，他种的比我还要好，因为他小时候都是在种菜，所以他比我还要会种菜。然后他在教我种菜的时候，神采飞扬。你知道世间的万物都会有生老病死的东西，时刻嘛，所以说植物它开花结果，然后它会死亡，回到土壤里面堆肥，做成养分去滋养其他的生物。我们在安宁病房的时候，我们的个案呢，它也是一样，一盆植物盆栽播种、开花结果这些，有好几个人在照顾，因为你知道。他们有时候在不同的时刻里面会离开我们人世间，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这个活动的设计的目的，就是告诉这些安宁病房的个案说，其实你离开我们的时候，你还是有留下一些美好东西给我们，你可能有留下美好的回忆给你的亲朋好友，并不是说什么东西没有你就离开我们了。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人的生活就只要顺应自然，你就会活得很顺利，然后非常的自在。所以在这边呢，最后总结，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园艺治疗感觉好像就是种花种草，可是我们跟一般的农夫、一般的园艺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我们会设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设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跟心理医师、跟他的治疗师、跟家属，甚至跟我们的个案讨论出一个目标。然后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呢，我们会不断的观察，不断的去记录，说我们的个案到底有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园艺治疗它不是单纯的只是种花种草而已，是有目的性的。其实最重要就是说，植物它是可以照顾我们的。我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